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弟兄姐妹们，静下心来，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创造宇宙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今早将我们聚集在你的殿中，让我们能守安息日、守主日，瞻仰你荣耀并荣耀你。主啊，求你光照我们，帮助我们真正听你的话，因为你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与救赎。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在今日能够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活出与祷告相称的生命。今日我们所听、所想、所行的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主带领，充满我们，在我们相爱彼此服侍中得着荣耀。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接下来诗歌敬拜，弟兄姐妹请起立。你真伟大，新灵粮诗选67首。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我想到神竟愿差他儿子，将是生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在世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站立，我们一同以使徒信心来宣告我们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祈愿文，今天的祈愿在诗篇119篇137到144节，诗篇119篇137到144节，由我来起，弟兄姐妹来应。耶和华，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我心焦急，如同火烧，因我敌人忘记你的言语，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我微小，被人藐视。你的训词，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你的律法尽都真实，我遭遇患难愁苦，你的命令却是我所喜爱的。来，我们一起，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求你赐我悟性，我就活了。接下来公祷，我们为以下的事项来祷告：为北美国家加拿大祷告。愿基督信仰能进入他们生活文化之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的信仰。为台湾卫理公会南部教区凤山卫理堂五一会牧师来祷告，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牧者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也为台湾卫理公会驻国外宣教士来祷告。为花莲光复乡灾后重建祷告，为当地住民、社福机构、教会团体及政府单位有智慧、有能力合作恢复当地学校与社区以及环境。接下来，我们一同以主教导文的主导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今课，我们请苏秉成弟兄为我们攻读上帝的话语。平安。本周第一经课于旧约圣经哈巴谷书第1章1至4节，以及第2章1至4节。哈巴谷书第1章1至4节，以及第2章1至4节，由我来为各位攻读。第1节起，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呀，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争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
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见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降临，不再迟延。迦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惟义人因信而得生。以上是第一经课。第二经课呢，于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1章1至4节以及11、12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1章1至4节以及11、12节。第1节起，保罗、西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上帝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上帝，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上帝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一切的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上帝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上帝并主耶稣基督的恩。以上是神的话。谢谢品琼弟兄为我们攻读上帝的话语。接下来经课读经，今天的读经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在新约90页，由我来攻读这段经文。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了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祖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献诗，求主领我。我们请诗班。
我们谢谢诗班，将荣耀归给上帝。接下来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找回爱在心里面。文陈伟文陈牧师。求主领我免走错。我最近收到一张罚单哦，这是我在高雄的第一张罚单。然后为什么会罚单？因为走错路了，走错车道，好吗？为什么？因为本来是要左转弯的，我应该要到左转车道的，但是后来我在直行道上面就转过去了。好，所以各位知道求主领我免走错是多么的重要啊！导航尚且会错，对不对？导航给你导的要转过去了，可是我就是没有转过去。好，那既然导航有时候都会错，人难免会有错，有时候我们再厉害，我们也可能会有错。但是请记得，信靠上帝不会错。有时候我们可能会以为，上帝带我到了那个路，是死荫的幽谷，怎么可能？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柳暗花明又一村。上帝给我们的常常是惊喜，虽然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惊吓，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上帝带领我们的路不会错。愿主引领我们，让我们走在正路上。开始前，先跟大家做一点这个叫做工商服务啊，请记得我们下个礼拜会堂不开放，我们高雄荣光堂在哪里做礼拜知道吗？我们在大金啊，所以我们的荣光堂有做礼拜，但是在哪里？在大金营地。好，所以请弟兄姐妹记得如果你能够一起去，我们在11月8号。9号我们有2天，有过夜的，也有当天早上礼拜天早上去的。所以如果你是11月8号，请记得请这个自行的前往到那边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住宿，然后可以在那边仰望着星空，非常好的漂亮的地方。那如果你是礼拜天早上的话，请记得11月9号早上我们是8点钟就出发了，所以请记得在7点50分以前一定要到。如果没有到的话，那你可能就要这个哀哭切齿，在车子后面跑了啊。好，那所以请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早起，可以预备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那个地方我们到那边之后，还会去到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叫蝴蝶谷，会去那边会做一些的旅游游览。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准时的起床，我们可以来跟弟兄姐妹一起到户外来做礼拜。那假如你没有办法来做礼拜，你说我没有办法去到那么远的地方，我可能没有办法，那请我们弟兄姐妹到就近的我们的卫理公会，或是到我们附近的堂会有堂的参加聚会让我们可以不放弃聚会，让我们可以一直不断的这个有聚会，能够来火热我们的心愿上帝来带领。好，那另外一个我们的工商服务，就是这是总会要求交代一定要做的一个宣导，就是我们现在有所谓的这个性骚扰防治法，还有所谓的性平工作法，所以我们的教会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我们相信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信靠上帝的人，信主的人，我们应当过圣洁的生活，但是总会有一些时候会避免要发生一些事情。所以牧师要先跟大家做一点宣导，就是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如果牧师还有工作的我们的办公室的人员，如果发生一些不当的行为的时候，这个适用的是性平工作法，因为这是跟工作有关系的。好，所以要记得，如果是工作的时候是跟性平工作法有关，但是如果是弟兄姐妹之间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叫做公共空间里的时候，这个适用的法叫做性骚扰防治法。好，所以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应该要对异性尊重所以我们当中的不管是我们的弟兄或姐妹，请记得我们要对异性有尊重
好，然后如果发生事情的时候，一定是第一个牧师这边执事会要跟总会做通报，然后协助做报警的程序。好，所以这个部分要先跟大家做一些的说明。如果万一有碰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视而不见，也不要觉得那是一个羞耻的事情。我想大家应该在2个礼拜前有看过，在新闻上面，在台北火车站发生一些的不太好的事情。那我们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请记得我们基督徒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除了我们不应当做这些的行为以外，更要小心跟谨慎的事情是，包括言语跟行为上，还有爱心、信心跟清洁上，都要做圣徒的榜样。好，所以请弟兄姐妹一定要好好的维护我们的一个圣洁的团体里面的这样的圣洁的生命跟生活。好，所以特别提醒不是只有男生对女生女生对男生也会的，包括男对男、女对女也会。所以千万不要在言语上面对别人有这些的，或者是行为上好，那我们在行为上可能会比较守但是请记得那个严格到包括什么？比如说你不可以去批评别人的身材，好，比如说像我比如说你也不可以批评别人的那个长相或者是这个有一些性暗示的话语都不可以有的所以求上帝帮助，让我们能够真的这是法律，但是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高于法律的。我们在这个部分上应该要更高的对自己的自我的要求愿上帝来帮助，让我们可以在一个平安跟安全的环境当中来做这样的一个敬拜的活动。好，那但是当然我在阳明山上面我们上这个课程的时候我突然有兴趣，我就问一位女性的牧师，我问她说，那假如果是一个弟兄很帅的弟兄的话，那你们会怎么做呢？我们这位女牧师她非常的诚实她说那就看状况吧如果他握手握得太久了这个要看他好，所以请记得人帅真好好，但是呢还是要小心了好，所以你知道很多姐妹们在找对象，很多都要找高标准，对不对？好，各位看到这个有没有符合理想老公的标准？有看到吗？叫什么？擅长摄影，身高超过180，年收入100万。哇，你看这个如果没有看图的话，大概都会觉得哇，这个人很好，因为很多姐妹们喜欢这个拍照嘛，对不对？哇，摄影好啊，身高180，你看多好，年收100万呢，对不对？各位，其实不见得这个真的叫做符合你的需求，或是真的符合你的要求。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上帝为我们配合的都是最好的，上帝为我们安排的都是最好的，让我们能够来接受跟上帝对我们的一个安排跟计划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通常我们一般在教会里面我们虽然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称为弟兄姐妹，但是事实上我们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不太一样或是公平的一些的对待。好，那因为早期的教会里面通常都会高举，或者是会去让大家觉得说好像这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很去看重一些这个叫做收入好的，或者是一些叫做学历高的人。好，当然我们知道有很多事情并不是天生就公平的。好，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图老师说每一个人都是起跑点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你就可以知道了，有的人虽然起跑线是一样的，但是有的人有丰富的资源，他可以念更多的书，他可以得到更多好的资源，但是有的人必须要去努力才可以去做到这些的事情。虽然我们都是同样的线开始起跑，
但是我们有一些的地方还是会有一些的不太公平的地方。然而上帝看我们每一个人，不是看外表，而是他看我们的内心。也许我们在外在不见得比别人好，也许我们的学历或是我们的能力不一定比别人强，或是不一定比别人好，或是我们先天条件没有什么样的背景。然而上帝看的不是我们的外表，而是看的是我们的内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请记得我们称呼彼此叫弟兄姐妹，那是一个何等不容易跟美好的事情。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当医生的，我们有这个董事长，有老板，但是在教会里我们也有摆地摊的，我们也有在生活上面比较没有那么样的顺利或是那么好的，但是我们可以彼此称为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情，表示我们同样在上帝的家里面。所以上帝帮助我们，即使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天生环境条件不见得那么好，但是在教会里面他们也能够被接纳，他们也能够被怜悯，也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用外貌去看人，而是用人的内心来看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撒该的故事，我相信很多人从小就听过，而且有很多人可能看圣经看了好几遍了，也知道撒该的故事在讲什么。但是今天我们要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以为是撒该在找耶稣，但是各位，你看到今天的经文，你会发现其实是耶稣刻意的找撒该。好，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撒该这个人的背景哈。各位知道撒该这个人，他的名字他其实是有用意的。他的名字叫做 Tzaddik， 他前面的字叫 Tzaddik。Tzaddik 的意思是公义的，在旧约圣经里面 Tzaddik 是公义的。撒该的那个名字后面那个 Kios 是那个叫做圣洁的，所以这个人他被取的名字，他是叫做既公义又圣洁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的名字是怎么被取的啊？我的名字是这样，我的老爸在这个是我的老爸取的哈。我爸爸在我妈妈生我的时候，他说我要生4个儿子。好，那这4个儿子要分别叫做什么？叫做文武功勋。好，那文武功勋怎么取？我叫蔡伟文，对不对？好，我的老二弟弟应该是要叫做蔡伟武，对不对？然后第3个叫做蔡伟公，第4个叫蔡伟勋，对不对？华语听起来很顺嘛，文武功勋相当好，对不对？可是各位，如果你懂台语的话，请把它转看看。威文 ，OK， 没坏。威武、威公、威婚，对不对？好，但是呢，我们台湾人比较喜欢叫什么？叫阿什么，对不对？表示亲密的意思嘛，对不对？我叫阿文啊，还可以，对不对？我的老二弟弟要叫什么？阿母啊，怪怪的。第3个叫什么？阿公，又怪了啊。第4个叫阿婚，还可以啦，哎，好，所以为了名字上不要起这个争议，所以后来我的这个弟弟后来就改名字了啊。好，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名字代表了什么意义吗？那是父母亲对你的期待。这个撒该，他的父母亲对他的期待是什么？你应该要成为一个圣洁公义的人。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他去做什么职业吗？他去当税吏啊。好，各位，这个有钱有地位，不代表你会被人尊重的。能够了解意思吗？有的人他的身份地位很好，有的人他的财富很多，但是不代表他的人就会被人赞美肯定。他可能是人家说他的钱是黑的，他的行为是不好的。哎呀，有钱好做事啊，对不对？有很多人说，哇，如果是有钱的话，娶3妻4妾，他说叫做有能力，对不对？如果是没有钱娶太多妻子的话，那个叫做重婚罪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
他们可以有很多的身份，可以有很多的金钱，但是他们不会被别人尊重。亲爱的弟兄姐妹，撒该他应该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希望他这样。然而他当了一个税吏。圣经里面给我们这样的提醒，在箴言里面他说什么？欺压穷人就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贫穷就是尊敬造他的主。所以各位就知道这个撒该的钱是怎么来的，知道吗？讹诈来的，对不对？骗人的，去敲诈来的。我最近喜欢看一些这个就是有关古代的一些的历史的部分。各位知道，其实有一些人他们能够有钱丰富，不是因为他们做对了什么职业而已，而是因为他们有可能去讹诈了谁，去敲诈了谁。所以这样的人往往是社会所不耻的，或是文化里面所不接受的。虽然他们有钱，撒该就是这样的人。我们来看一下撒该他要爬的那棵树啊，可能各位不太晓得它是一棵什么样的树。但我们这边有植物专家了啊，因为其实这个是我找到资料，我不确定是不是对的。但是如果是对的资料的话，那这棵树很有意思啊。好，我们圣经里面看到的那一棵桑树叫做西克莫无花果树。好，那这个西克莫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很多啊，无花果树有什么了不起的吗？好，据说这一棵无花果树的皮是硬的。一般无花果如果是结成果子的话，好吃嘛，外面就可以让人家可以入口的。但是这一棵无花果树，这种无花果树外壳是硬的，它不好入口，它必须要打开来，它必须要把它撕开来之后，才能够吃到里面的那个香甜的果子，里面的内容物。好，所以它必须要打开来，它必须要破碎了，才能够把它吃进去。所以它不能够从外面把它就一口吃进去，因为它相当的粗糙，皮相当的厚硬，它不适合直接跟它碰触。好，亲爱的弟兄姐妹，能够了解牧师要讲的意思吗？昨天我们有一个弟兄，他上律本的时候，他对我们很好，他自己煮了这个叫做茶叶蛋，好，然后送给我们吃，我们每个人吃的都好高兴。然后我们这位弟兄很谦卑，他说：“如果有什么评语的话，请一定要告诉我，让我知道我的这个茶叶蛋有一些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好，那我们当中就有弟兄很直接的跟他讲说：“好是好，但是没有入味，没有入味。”好，各位知道煮蛋之后，如果你煮茶叶蛋没有入味是什么原因？知道吗？有可能它没有破裂啊。如果它的壳有破裂的话，那个汤汁渗进去了，它就会好吃了，对不对？但是各位妈妈们，如果你煮茶叶蛋的话，你直接喝那个汤，你觉得好喝吗？不好喝，对不对？但是很奇怪，它这个苦味它进到那个茶叶蛋里面，它就是好的东西，它就变成有味道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知道刚刚为什么叫做那个无花果要撕开来，知道吗？它如果没有破裂，它如果没有撕开，你就吃不到里面那个甘甜的果子。所以茶叶蛋如果没有破裂，那个壳没有破的话，你可能那个味道就渗不进去。所以我们人生当中有没有很多的苦难？有。但是为什么上帝要破碎我们？透过这个破碎，让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味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为什么有的人他这么有味道？为什么他的生命这么的好？其实你不晓得他有多少破碎的地方，他让很多的苦味进到这里面，他的生命才会甘甜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这一颗无花果它必须要撕开来，打开来，它里面才会有甘甜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撒该天生就是一个矮子，他不是个子很高的，但是千万不要以为牧师不够高啊！我在古代的时候，我是平均身高的，好吧？撒该是比我更矮一点的啊。好，所以撒该为什么要爬到树上去？其实这个树也不高，适合他爬。
如果今天这个树太高，他也不适合爬的。他爬上去要做什么？他要来做一件事情。我们来念一下第3节哈，我们一起念一下第3节，一起念来。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好，注意刚刚听到的有没有？那一颗无花果，那个果子，它是没有人会去碰的，因为它不能直接吃，它必须要打开来，它才能够吃的，所以不会有人去碰它。撒该是有钱人，撒该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他是个税吏长，但是没有人要让位置给他，看看耶稣是谁。能够了解那个意思吗？他要去跟人亲近，没有人愿意接近他，没有人愿意去亲近这个有钱的撒该。很多人都认为说，哇，他很有钱，但是谁知道你会不会就是那个吸我的血的那个税吏？没有人想要喜欢他，跟他在一起。所以撒该没有朋友的情况下，他想要去看看那个有名的耶稣，那个有名的耶稣到底是谁？我想要看一下。也许他的心里面只是觉得，我想来看看而已，我想来看看而已。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你的朋友当中有一些人，他也是觉得他只是想来教会看看，看看合不合，看看我适不适合来到这个教会，看看我有没有机会啊？这个我可能有一些状况，我有一些问题，我想来看看。撒该要来看看耶稣，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个词相当的重要，请大家记得这个词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第5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5节。我们一起来念第5节，一起念来。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好，刚刚我已经有下重音了，各位知道那个必住有没有？好，如果你去查考英文的圣经的话，那个必住叫做什么 ？must。台语圣经里面翻译叫什么？我的确，的确的，我确定的要住在你家里。好，所以各位知道，我确定的，的确那个是叫什么？耶稣是做决定的，他下决定，他想过了，他要去住在撒该的家，所以他不是随机的哦，他不是随机的哦，因为你家大，你家有钱，所以我去你家，不是，他是 must， 我必须做这个决定。我要来到你家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邀请耶稣来到你的家里面？他必须要住在你的家。当他来到这里，他必须要住在你的家。你有没有打开你的家，让耶稣进到里面来？你有没有打开你的心，让耶稣进到你的里面来？耶稣是来找你的。好，所以解这个问题就是让大家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我们来信主，我们来找耶稣，我们来信靠上帝，我来教会，看起来是这样。撒该他爬上树上，他说我要来看看，但是事实上是谁？是耶稣来到树下，告诉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在你家。”所以是谁来找谁，知道吗？看起来像是耶稣，看起来像撒该来找耶稣，对不对？事实上是谁来找撒该？耶稣来找撒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可以来教会，你今天可以坐在这个地方，你今天可以信主，你知道是谁来找你吗？不是你来找耶稣的，是耶稣找到你了。耶稣找到你了，他懂我们心里的空荡，他给我们真正的饱足。亲爱的弟兄姐妹，撒该没有饱过，他的没有饱不是因为他没有吃饱过，他的心里面是很空虚的，他心里面是没有饱足的，因为没有人要理他，他心里面是空的。当你空腹的时候，肚子空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很难受的。然后耶稣说什么？约翰福音的这个6章51节，他说什么？我是从天上来的粮，生命的粮。人吃我就可以得到永远活着。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是生命的粮。这个缺乏空缺的人，他需要生命的粮，他需要饱足的。好，所以撒该听到耶稣的呼唤的时候，他什么？
急忙下来。他没有从从容容哈，他是急忙的。真的真的，你没看到他写吗？急忙下来，对不对？他叫做匆匆忙忙的下来接待耶稣了。好，连滚带爬了啊。好，那为什么他这么喜欢？太难得了哇！居然今天这个老师、这个牧师要来我家，好，千万不要误会啊，不是叫你说，牧师说要去你家探访，你一定要开放家里，不是，千万不要误会了，只是撒该他愿意，他说我愿意啊，没有人要跟我做朋友，今天这么一个伟大的人要跟我做朋友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用什么来接待真理在你的家里面？不是用你的金银财宝，不是用你的学历能力，而是用你的爱心来接待真理。你愿意去爱真理吗？你愿意渴慕真理吗？你愿意晓得真理是什么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多少时间愿意去接待真理？我所谓的接待，是真的把它放在你心里，而不是只有读过。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是只有读过的啊，我们读经读好几遍，哇，牧师，我一年读一遍圣经啊，这个很平常，对不对？我一年读2遍、3遍，我读好多遍圣经。但是你有用爱接纳上帝的话进到你的心里面吗？真正接待真理的是上帝，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爱，让我们可以去接待真理。好，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群人可不是这么想的。这一群人他们的想法可能跟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叫做美好的剧、温馨剧是不太一样的。这些人他们心里面有另外一个小剧场。我们来看一下第7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7节，一起念来。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你怎么可以到罪人家里面去住宿呢？你怎么可以去做这种事情？这是不应该的。什么叫做不应该的？知道吗？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看有一些的传道人，他们其实跟我们不太一样，跟牧师穿这个袍子不太一样。他们去哪里？他们去风月场所。不是他要去做什么消费，不是哦，千万不要误会了。他去做什么？他去做服事，去找谁？去找那些在风月场所里面工作的那些姐妹们，他去服侍他们。但是有很多人一看到，哇，牧师你怎么会去这个台语叫做鸟啊经，知道吗？你怎么会去那里呢？那是你不应该去的地方，那是你不应该去的地方当然我们会觉得那个是一个叫做不圣洁的地方，或是一个不应该去接触的人各位知道我们卫理公会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很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现在网络方便了，我们可以上去找一下。我们既是卫理会的会友，请大家记得我们的卫理会是怎么来的先跟大家讲一个这个故事。这个部分我相信大家可能有的人有听过，有的人不晓得。各位知道，其实英国早期的时候是不能做户外布道的，牧师只能在哪里？牧师只能在礼拜堂讲道。好，然后呢，各位知道英国人他们很早以前他们就有英国国教，所以你一出生，你在英国，你一出生你就是英国国教的会友，但是不见得礼拜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做礼拜。为什么？因为当时英国正在工业革命的时候，所以18世纪的时候，工业革命的时候，另外有一批人，他们是劳力阶层，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要去挖煤矿。他们要去挖煤矿他们是在矿坑里工作的。礼拜天的时候能不能去做礼拜？不行，因为我们要工作，不工作就没得糊口了。所以卫斯理第一次去户外讲道的时候，他去哪里？他去矿坑，他去矿坑的外面空旷的地方，然后对谁讲道？去对那些的矿工讲道。你说对矿工讲道有什么稀奇的吗？当时的教会记录里面说，那些人他们听完讲道之后，脸上多了2条白白的线，不是光圈不是光圈他多了2条白白的线。为什么知道吗？这些矿工他们去到坑里面，脸都黑黑的，全身都黑黑的，
当他们听完卫斯理的布道之后，2条线在他们的脸上。不是卫斯理讲的太好了，不是，是他们说什么？居然上帝的爱临到我们了，我们本来不配到教会去的，我们本来不应该到教会去的，我们没有时间到教会去的，上帝居然亲自来找我们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上帝来找你多么重要吗？这些人他们去不了礼拜堂，他们在礼拜天的时候还要工作，但是卫斯理在那边讲道的时候，他们感动，不是因为卫斯理讲的太好了，其实卫斯理的讲道不怎么样，但是因着上帝的感动，他在那里布道的时候，这些人感动说：上帝的爱临到我了，上帝的爱临到我了。有一首诗歌叫《神圣纯爱》，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首诗歌。它的歌词是这样：神圣纯爱超乎万爱，天上喜乐降人间。天上的喜乐降到人间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机会让没有办法去做礼拜的人，他有机会可以听到福音呢？所以如果今天你去一些餐厅吃饭的时候，如果你知道那个餐厅的老板是基督徒，但是我忙到没有时间做礼拜，我可不可以去光顾你的店的时候，顺道把福音带给你，顺道跟你分享圣经的话，顺道跟你谈谈有关上帝的事情。上帝帮助我们，有很多人他不能够，甚至他觉得他不配来到神的殿中的。这些在批评撒该的人，他们很喜欢去数算别人的罪，但是他们没有去数算过自己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很喜欢去算别人的恶，但是我们不会去反省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所以各位，如果故事到这边，你会发现好像还好吧，很正常，很平庸，没有什么样太大的问题。如果等一下解开这个，各位你可能就会知道有什么特别的。我们来看一下第8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8节，一起念来。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好，所以各位你就知道以前他的钱是怎么来的，他就是讹诈了别人，对不对？好，然后呢，他可能就是这个家里可能本来就有钱了，好，所以他累积了财富之后，当他遇见耶稣了，当他信耶稣了，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说什么？我要把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也还好嘛，有钱人嘛，算了，这个你要叫那个微软的那个分一半给穷人，他还很多钱啊，对不对？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他说什么？我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对不对？说4倍有什么了不起吗？不过就是1块还4块嘛。好，各位，如果你连接到旧约圣经里面的话，各位知道旧约圣经里面有一种祭叫做赎愆祭。赎愆祭的功用是做什么？赎愆祭的功用就是，万一我不小心有过失，得罪上帝、得罪人的时候，那我要献的叫做赎愆祭。赎愆祭的祭例是这样的，就是我献上的祭物要再多加1/5。也就是说，我如果今天我得罪上帝了，我得罪人了，那我要献赎愆祭，那么我献的可能是1只羊，还要再加1只羊腿。这个叫1/5。好，这个叫做要加倍嘛，不是加倍，加一点，就是你的赎愆祭。但是这一个撒该他做什么？他的赎愆祭远远超过律法的规定。律法规定你只要加1/5而已。他说什么？他说我要还人家4倍。亲爱的弟兄姐妹，能够了解那个意思吗？我不是只有满足律法的要求，不是只有圣经说哦我要这样做。他说他更多了，因为他得到了恩典更大。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得到的恩典更大，那么你才愿意付出的更多。他觉得在属灵上面，耶稣没有给他1毛钱，但是他接纳这个罪人。这个罪人他说我所有的一切一半给穷人，剩下的4倍的偿还。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人逼他，没有人逼他。
撒母耳记上16章7节，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合乎上帝的心意，不是你要完美，而是你要谦卑回转在上帝的面前。好，所以耶稣给他下了一个评语，耶稣给他下了一个论定。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说这个撒该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来看一下第9节，一起念来。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好，你说亚伯拉罕的子孙有什么了不起？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个孩子嘛，子孙嘛，有什么了不起？好，请大家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啊，创世纪12章2到3节。好，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来念一下哈，如果看得到的话。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创世纪12章2到3节。好，我们一起念来。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那个改变是什么吗？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什么意思？就是天下的万族要因我得福啊！而且上帝的祝福是什么？为你祝福的，我要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他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亲爱的弟兄姐妹，亚伯拉罕的子孙，犹太人自豪地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为什么？因为他们成为蒙福的人。所以今天撒该也成为蒙福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不能够看到上帝在撒该的身上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撒该他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愿意接待耶稣。他生命改变之后，他不但是生命改变，他行为也改变，以至于他被符合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血统上亚伯拉罕的子孙，他本来就是，但是他被耶稣认可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什么？万族要因你得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亚伯拉罕的祝福不是只有给犹太人，也给我们这些信靠上帝的人。我们跟随亚伯拉罕这个路走的，上帝要赐福给我们，让我们也可以成为万国的祝福。所以上帝帮助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相当重要，因为人子来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耶稣来，他说我的目的要做这个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我们要把爱找回来。有很多人是没有爱的，失去爱的。启示录的里面提到第一个7个教会里面，第一个以弗所教会，耶稣说什么？你要把起初的爱心找回来。那个起初的爱心是什么？有人还在外面呢，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外面还没带进来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把那些失丧的羊带进来。这是上帝对我们教会的心意。教会不要只有一个建筑物在这里，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接纳罪人的教会。别人也许会嘲笑我们，别人也许会看我们不好，但是天父永远爱我们。所以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把爱找回来的教会，让来到这里的人能够被爱来包围，被爱来充满。我们的价值不在人的评判，而是在上帝的眼光。人是看外表，耶和华是看内心。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无论是谁都需要福音的拯救，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是只有妓女，或者是这些叫外遇者，或是这些吸毒的同性恋的，也包括谁？也包括染上色情瘾的牧师。千万不要以为牧师就很圣洁，有的牧师没有办法胜过这个。还有包括什么？没有重生的信徒，还有包括自以为意的基督徒，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没有人不需要，所有人都需要福音的拯救。所以当我们要去爱别人之前，说我们要把爱找回来，那你要怎么样把爱找回来？先懂得用耶稣的眼光去看人。你怎么样去看撒该这个人？用这个眼光来看待你身边需要福音的人。所以上帝要看重的不是那些世界所看重的。世界轻视什么？世界轻视那些内心谦卑痛悔的人，然而上帝却是看顾那些心灵忧伤痛悔的人。忧伤痛悔的心，上帝必不轻看的。第二个，无论是谁都能够被福音改变。所以
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耶稣来要改变人的生命。有一次在律本门徒里面说，那个叫做 upside down。upside down 的意思就是从里面翻出来的，那个改变叫做从里面翻出来的。福音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好，所以戴德生这样说：与上帝有关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小事的。如果我们有机会跟人谈到福音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谈福音是小事，谈福音是跟上帝有关，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恩典，让失败的人可以重新再站起来。当人在寻求人生成功哲学的时候，我们却是从十字架里面看到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第三个，领受福音能够带来恩典的行动，所以恩典不是一个口号。所以恩典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是什么？我们在财务上表现在慷慨的行动。我们需要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能有慷慨的行动。在家里面，我们有款待的行动在我们的当中，款待接纳那些需要的人，并且在关系里做饶恕的行动。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能够有慷慨，能够接待，而且有饶恕在我们的当中。上帝不在乎我们跟多少伟人在一起，上帝在乎的是我们跟多少卑微的人一起同行。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教会成为一个罪人聚集的地方。这里是人喜爱来的地方，不是因为在这里犯罪，而是在这里我们所有犯罪的人、犯错的人可以被接纳。所以愿意施予的人会喜乐，喜乐的人会愿意施予。施予是感恩的一个行为。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给予，不单只是在外在的行为上，而是在我们里面有颗感恩的心在里面。求主给我们有感恩的心在里面。特别11月1号，昨天很多人以为说教会在过这个节哈，牧师要先撇清，11月1号万圣节教会不过的，教会不过万圣节啊。虽然它是天主教的一个节日，也是天主教的一个节日，教会不过万圣节，教会我们在11月要过什么？感恩节。所以请大家在11月的时候做一件事情，我们不是要去跟着这个超市卖场去挂那个南瓜或去做这些，我们要做什么？要去做一个事情，就是去学习感恩，去学习向别人献上感谢。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从罪人变成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罪人，然后上帝把我们从罪人变成圣徒，一个税吏撒该变成亚伯拉罕的子孙。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有一个弟兄在聚会的时候常常会提到，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求主帮助我们，常常记得我们是怎么样变成圣徒。我们本来不配的，但是耶稣接纳了我们。所以不是我来找耶稣，记得啊，不是我来找耶稣，是谁找到我了？耶稣找到我了。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被你找到。我们原是一个不配的罪人，却被你来找回来。谢谢你，你这样爱我们，接纳我们这不配的罪人，成为你的儿女，带领我们能够就近到你的圣桌前。我们再一次的反省自己，重新的悔改，也让我们重新的来领受你赦罪的恩典。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谢谢牧师的传讲。耶和华不看人外表，是看人内心。接下来圣餐诗歌与主合一，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来唱第一段。主身体为我舍，主宝血为我流，并被乃主自己为我舍灵，主亲手过这病，主
弟兄姐妹请坐。在圣餐，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弟兄姐妹，我们要预备心来领受圣餐。我们卫理会在每个月的第1周来领圣餐，为的是一个月的开始，就是我们重新与上帝有美好的恢复连结的关系。我们常常会做事情做久了，生活久了之后，会渐渐的忘记了，会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有时候会偏掉了。所以在度量衡里面有一个词叫做校正。校正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归零，回到原点。所以当我们疲惫的时候，当我们走差了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怪怪的时候，就是我们需要归零的时候。那个归零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回到主里面来安息。很多人以为说礼拜天我们叫做安息日，其实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说这是安息日。犹太人或是有一些的教会，他们在礼拜6的时候是安息日，确定的这个是礼拜6叫安息日。一个礼拜有7天，7天的最后一天是安息日。而我们基督徒要过的是主日，7日的第1日，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无论我们是过安息日，或是我们是守主日，他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有时间安静来到上帝面前。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有很多事情搅扰的时候，让我们有时间归零，回到校正里面，回到跟上帝有美好的连结。所以1年也即将过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已经11月，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1年当中，我们在11月第4个礼拜有所谓的感恩节，当然我们也会有感恩节主日，意思是要提醒大家，我们要向上帝献上感恩。也许我们不一定有很多的东西可以献上，也许我们不一定有很多东西可以拿出来，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数算上帝的恩典，把这一切献上感恩给上帝。圣经上说，以感谢为祭献给上帝。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把感谢为祭献给上帝。请听圣经的话，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让我们一起来同诵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盛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痛恨我们自己的行为，俯心自问，十分忧伤。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尊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
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为要救赎我们，曾发大慈悲，使独生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己身，为世人做完全的祭物，替世界人民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在福音书中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现在我们恭敬伏求慈悲的天父，应允我们的祷告，赐恩给我们，使我们遵着圣子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纪念他受死遇害，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杯，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我们一起来同诵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好，请陪圣同工到台前来。主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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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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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上是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预备好，让我们来朝见主的面，领受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就来到主的圣桌前，
谦卑来到主前，我们寻求上帝的恩典。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无论我们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教会，或是我们是哪里来的人，我们都有机会，都可以来领受这个饼杯。这个饼杯代表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体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拿了饼，沾了杯，我们就直接来使用，然后回到我们的座位上，让我们在那里来守望祷告，为你的教会守望祷告，为你所心爱的人守望祷告，让他能够像撒该一样回到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来为我们心中所关心的人祷告。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如果你还没有正式的成为基督徒，但是你已经信了，就请你在座位上将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上，让我们从心里来领受这个圣餐。虽然我们不能实体的领，但是我们在心里面来领这圣餐。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请4楼上的弟兄姐妹也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到3楼这里来领受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用饼沾了杯，我们就能够来吃下。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共用一个饼，共领一个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不小心掉进去，不要用手捞啊，我们的陪餐同工会再分给你。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但是你说我已经信了，请你用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上，让我们在心里面来领受上帝的恩典。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透过这个圣体与宝血，使我们连结于主，使我们连结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常在基督的里面。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后面还有哈，还没有领到饼杯的，好，请我们陪餐的同工来协助一下。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
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一同来同颂奉献求恩文，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我们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我们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好，我们今天的圣餐礼到这里。回应诗歌，弟兄姐妹请起立。与主合一，我们来唱第二段。主啊，与主同定死，不再受罪辖制，向罪我然已死，却向主活。我与主同复活，胜过黑暗权势，活出耶稣自己，荣耀主名。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做个奉献祷告，请施献的同工到台前来。万有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上些许的金钱，作为荣光堂的事工使用。愿主悦纳，向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姐妹请坐。
我们来介绍新朋友，林长新、苏碧珠。那是那林老师的弟弟跟弟媳妇啊，我们欢迎，一次欢迎，永远欢迎。那谢寿军、谢彦军，谢弟兄，我们欢迎，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吴生佑，他现在是高师大的学生。还有没有其他新朋友？那我们欢迎今天新来的弟兄姐妹，愿上帝祝大家。再来，我们来唱诗。我们成为家人，我们唱2遍。唱第2遍的时候，我们彼此问安，拱手。教会事工报告。我们再次欢迎第一次参加本堂的新朋友，愿上帝祝福大家。那下个礼拜6跟礼拜天，我们到大金营地户外礼拜，我们请德强指示我们来收引。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下个礼拜就要进行我们的那个户外郊外礼拜。那么我们这一次又回到我们以往很久大家没有去过的大金营地。那么有几项注意事项让大家有参加的人要稍微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先讲星期天要参加的人员，星期天要参加人员8点记得要在教会集合，然后大家要因为大金营地靠近山边，也许天气稍微可能会早晚偏凉，所以大家可以要带一下保暖衣物，要记得预备要带。然后再来是大家的饮用水壶，我们教会会携带小水，
那么，但是这是给忘记带杯子的人或是水壶的人。那希望大家我们还是环保一点，大家各自要带自己的这个水壶，那我们可以去那边装水。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行程是这样，就是早上我们大概预计会9点半到大金，那大家可以再享受一下大金，回味一下以前我们去过的人的这个环境，大家预备一下。然后我们10点开始聚会之后，中午大概11点40会用餐，然后我们会前往蝴蝶谷去看现在刚来壁咚的紫斑蝶。然后据说目前的，就是因为它是壁咚，刚好就是盛况空前，所以大家可以来看。然后我们预计就是2点半会往回走，4点之前会到达教会。大致星期天参加人的这个行程是这样子，那请大家注意一下。那星期六如果来住宿的话呢，这个我们有下午2点半，记得一定要到大金。那如果你晚到了，我们要出去那边附近踏青的时候，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参加，所以会比较可惜。然后我们5点会一起用餐。那么大致上的节目是这样子，不过晚上我们有个非常棒的一个晚上的音乐晚会，然后有一些信息，然后我们隔天早上会一起做晨更，一起在那个很棒的这个山谷一起享受我们美好的早晨。好，那大致上的活动是这样子。那办公室非常贴心，很多人会说为什么一直都没有讯息出来，是因为办公室怕说我们把讯息太早贴了，有人很开心，这个礼拜就会前往参加了，所以我们会在下礼拜一，办公室会把相关所有的讯息贴在我们的 LINE 的总版，那么大家可以上去看详细的我们的这个内容，然后这样大家可以记得要下礼拜准时参加。那如果你没有总版怎么办呢？然后问问看隔壁的人，他应该会有我们的总版，可以加入荣光堂 LINE 总版讯息，然后接收最新消息。好，谢谢大家。谢谢德强的说明。那个11月9号当天参加者，上午7点50分，请到那个会堂集合，8点会准时出发，请弟兄姐妹记住这个时间。那因为下个礼拜是那个教会礼拜，所以城主也停课1天。那10月8号是台南卫理堂70周年堂庆，陈牧师将以教会代表前往参加祝贺。那本堂提名委员会已提名2026年新任执事名单，依卫理公会法规公告2周后与纪会通报。那名单张贴公布栏，请弟兄姐妹自行参阅。那教会要在12月21圣诞主日当天有受洗以及转入的礼拜，有意愿受洗而转入本堂的福音朋友，4月份起开始安排到成人主日学、基要真理班或者牧师而传到个别上出新的课程，请洽办公室来报名参加。那教会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参加实体礼拜4晚上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等一下记得那个主日学在11点40分到12点半。那约翰福音导读在205教室，路加福音导读在201教室。那两位之间的历史在6楼活动室。那基要真理在5楼餐厅，诗歌欣赏与教唱在1楼会堂，请弟兄姐妹准时参与。以上报告。请牧师有没有要补充的？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就是我们昨天开记忆会已经通过我们的明年的新任执事的名单，所以上面的每一位执事都经过考核跟这个认证过，那他们在明年的1月1号就要上任。那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的新任执事祷告，那也为我们即将要卸任的执事来祷告。那他们在服事上面
参与了将近3年的时间相当的辛苦，而且不论是为教会的人事、为教会的一些设备，还有一些的安排规划，我们都为这样来感恩。所以请看到我们的执事们的时候跟他们来表达感谢跟感恩特别现在是感恩节的时候，他们坐在这个隐藏的地方，但是我们要在明显的地方为他们感谢。那也为我们的新任执事来祷告，求主帮助，让他们有智慧聪明，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请弟兄姐妹看到我们的执事的时候，多跟他们有一些的打气跟鼓励告诉他们加油哦上帝祝福你谢谢。好，这里消息，请弟兄姐妹自行参与周报。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喜乐与健康的身体。弟兄姐妹，请起立。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接纳我们这个罪人，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能够成为使人得福并且祝福人的人，使我们自己蒙福，别人也因我们得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弟兄姐妹，请坐。殿乐，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到前面来，牧师要为你们祝福祷告。